45歲嘅羅志華19年前接手經營喺2樓嘅青文書屋，出版過唔少得獎書。平日佢只係着住拖鞋 T 恤睇鋪，每個月得2-3千蚊生活費，其餘嘅積蓄都投資晒喺書度。我未認識過一個人 stubborn 得咁有理想、咁可愛嘅一個人。羅志華堅持唔賣商業性嘅書，青文生意唔好，佢曾經出版一本詩集，冇經費就用影印機印。06年青文結業，佢將賣剩嘅書搬去貨倉，等待東山再起。點知今個月18號喺冧咗嘅書度發現咗佢。一個愛書人咁樣離開，朋友都難以接受。只有羅志華係名副其實地，佢熱愛嘅事業，佢熱愛嘅書，斷送咗佢嘅生命。有線電視記者譚慧雲報導。